阿尼玛亲，阿尼玛亲，出人未遂。44。葛日市以前是帐篷搭的寺院，相当大的帐篷，像一个小王国，但金珠玛米来了就消失了。如今在山脚下盖了土木结构的房子，规模不大，安静的仿佛没有人气。我们转了一圈矮廊里的转经筒，听见从一个熟人家庭的院子传来念经、吹号、击鼓的声音。原来那家死了一个孩子，请来3个僧人修法超度。在一座十分简陋的佛殿，长相很丑，眼神很善的老僧说仁波切都不在。地位最高的仁波切才20出头，可能去了他喜欢的汉地，也可能去了康德格的主清寺。那里将举行本传承的盛大法会，僧侣们将跳起具有密意的华丽腔舞。45。无论是卫藏方言的拉隆贝多，还是安多方言的拉隆华多，都是那个在朱拉康跟前瑟沙占卜打马的闭关僧人，伟大的吐蕃帝国的终结者。据说在果洛有僧与义3个转世，葛日寺的喇嘛土登才让即其中一位。业已圆寂的他，前些年在寺院下方用各方信徒的供养建起一所学校，广纳吐蕃特各地的孩子学习母语、外语和传统技艺。金碧辉煌的佛殿与学堂一体，供奉藏传与汉传的菩萨身像，满壁绘画所有占卜的传记，出自热贡一人的妙手。那一幅幅如过往风云漫卷。最后一位是乌名流氏的大妈，高大而华美，充满王者风范，嘴唇微气，似要吐露重大的谶语，直面微镜，即将领受足下那个矮小的命运棋手必须射出的夺命一箭。我第一次见到状如悲剧英雄的囊达玛。46。以前是马和牛走的路，不小心会跌入水里，修了简易公路就好走多了。一辆辆有牌照的、无牌照的车被男女牧人驾驶着，或转山，或办俗事，激起尘土飞扬。我用长长的围巾遮面，瞥见那辆车的牌照，前面是卢打头，后面是青打头。司机是一位英姿飒爽的牧女，裹着粉红色的头巾。